有一种新兴的作物叫做香荚兰、芳叶兰，专门用来做香料。中正大学特别举办全国第一届的芳叶兰风味的竞赛，上尾是由南投国姓乡的何维洲摕到金奖。 学好芳疗之后的芳草兰，一公斤价钱差不多是15000块。为了提升加工技术，国立中正大学举办全国头一届的芳草兰风味比赛，由国姓乡的何维洲摕到金奖。得了第1名之后，我想这以后也是我再往更深一层的研究一个动力。芳草兰主要产地是马达加斯加，10年前引进台湾栽种推广。这摆何维洲甲因表小弟徐富安透过比赛肯定，希望拍开这个产业的知名度。这样子用人工去除草，让它产生一个自然的环境，它的果荚就会比较丰富一点。希望会当借着香草荚，让世界过来看到台湾。 目前台湾有200多人伫种芳草兰甲加工，希望讲未来会变成国姓乡重要的产业，并且迈向国际化。